9號起飛，10號起飛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就精益大師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啦，就係粉紅袖嗰只咧。咁啊，見到中檔位置咧，咁啊仲有呢隻凝聚美麗嚟㗎。響外邊啊，咁啊埋唔到嚟喎。黃衫嘅亮寶啦，內欄大約尾5到就多多好馬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尾4有快樂寶寶，尾3奇異歡聲，勇者無敵淺藍衫，尾2啊包咗落尾英勇名區啊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精算亦然就帶，精益大師紅帽第2位，咁啊偷入邊上喎，有凝聚美麗啊，63藍鼻箍嗰只咧，響呢群馬後邊啦，超強60揾緊位，最出亮寶追緊上嚟，外邊仲有隻快樂寶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凝聚美麗埋邊已經係喘咗上嚟，將呢只咧咁啊精算亦然趕過咗，接近終點凝聚美麗贏啊，精算亦然第2，咁啊精益大師第3，超強60埋邊都叫做有份影相爭第3啦。結果今場賽事都嚟晒一啲較為主動型少少嘅馬，而喘咗入邊上嚟就係呢隻凝聚美麗，結果掟甩贏啦。精算亦然就跑第2，